你迄啉2分的就对啦。迄我嘛爱啉呢。乌龙茶，我唔知，我一直啉乌龙茶，拢啉到袂合。迄种烘焙啦。无，我啉清茶啦，迄乌龙茶伊迄是迄款红茶共款啦，迄款发酵迄款再做茶啦。啊，清茶是无发酵，就是茶米茶叶挽起来啊，冲打安尼尔，无发酵啦，起酵就对啦。来，干杯！干杯！伊啊，你听无？无听？有听啦。听，要啉茶无？来啦，我咧规讲，愉快，规讲个茶，啊，摕咧茶喉啊。啊你无摕几粒土豆出来，互我看我咧，那啉茶那配土豆。你不要瞧我这边，你瞧正一点。你干嘛在笑念你的土豆？我的个。哦，这边东西拢无用。看电视啉茶配土豆上好。看土豆配电视。是会使，看土豆配电视嘛好。因为减一项土豆好食。奇怪，阮迄查某人啥啦？那个便所内底看。去找着土豆。无啦，啊你著甲讲无点数，所以有伊无伊有要紧啊。嘿啊。不要紧啦。安尼敢有影？因为迄5000个人内底都无遐个查某人。对啊。你即个查经班就爱查迄片。无查某人就无遐5000人呢。有咧，迄查某人拢伫外口，徛遐看。有啊。都无算少啦，最爱急的时都无算少，伊最爱急的时拢总几个人，5000个、4000个，迄内底嘛无算查某人。急嘛遐人啦。最爱急的时是几个人？几个人？你若要讲的时阵吼，你爱讲迄个人是咧讲什么款的人？迄个人是叫做军队会当相拍的人。啊，遐个60万的人吼，的目的是要保护其他的200几万的人。你啦，我报你看吼，迄款有几个迄款 YouTube 吼，迄内底拢做查某兵，查某兵足厉害哦，尤其咧欧洲。以色列的吗？无，迄第一关中亚西亚迄几个国家迄查某兵吼。迄款以色列嘛是共款啦，上早开始有查某兵就是以色列啦。即摆所有遐个国家拢差不多，俄罗斯啦，什么遐拢查某兵。所以你就知影讲以色列人即摆咧看即个，也是过去甲现在咧看即个物件焦点，拢是看伫会当做作战的人。啊，所以过去咧讲的，甲即摆咧讲的，角度就已经无啥共款啦。我看这新闻，毋知是真诶啊假啊，反正就有这新闻讲，美国的军舰吼，若要出门以前吼，若无查某兵的时，就袂出门。即摆安尼吼，啊，古早拢讲迄个袂当愈会去哩啊，讲的是迄个会倒霉安尼。空军内底有真侪迄款普通较毋是战斗的飞机啦吼，敢若迄个加油的飞机啦，正常，规个内底拢查某。伊迄个空中预警机内底足侪嘛是女的。查某对啊，要离婚啊？跟那个没有关系，跟那个没有关系，我还是要看一下。我就跟你讲。我一直I love you，无点目药。
来，你有嗰啲 I love you 啊？哦，有啊，我都无点目药，无点目药，我这目睭吼无好，规工一点目药才袂 I love you，摸落诶，摸落就对。你这顶个无药都袂歹看呢。安那？对啊，这好看，袂歹哦。是啊，红诶，我足侪色诶，我款burgundy 诶，黑诶，蓝色诶，肤色诶，吼，我无啊足侪。世界红明比，红明第一顶迄个迄款诶，五花十色诶，我会就是。红明讲那行真诶，我袂使。这个 J 是未看，嗯。 private chat with everyone。周牧师起来啊！ Hello，哎，平安老张，哦，平安老早，平安呀。要啉茶无？迄款高山茶，高山茶，高山的啉的，老师那里面哦。高山的啉的对。清茶啉了心会清，乌龙茶啉了到底拢会心肝变乌的。啊，迄只是啥？这款啥人？迄个迄个啊，建议遐因呐。对啦，迄只是啥？伊啊，伊啊顶悬铺可能铺毛巾铺啊是啥？一个毛毯嘛，哦，嗯。我嘛爱去找一顶找一个方面迄款的，阮花瓣尿的，我来。你叫查孙甲你画画就好啊。嘿嘿嘿嘿，真毋甲画咧。无用这啦。对不对？啊，请牧师拜托牧师甲我画一点。哦，安尼伫咧，安尼伫咧。这奇怪，这点来呢？啊，少个一个 S 是啥啦？应该是王牧师娘。哦 ，OK， 无看诶。来，甲我看。苏南。属马。属马。苏满哦 ，OK。我听到我的声。有。无看电影。电影。哦，安尼敢有看到影？无。啊，袂咧，可能爱等一时啊！你若开的时阵。有听到声，无看影。等一时啊，晓。因为迄个影像的传输拢会较慢几秒啊。OK。你若确定迄个camera 有开，应该无问题。应当伫你的荧幕的下面左边第二个是camera。它如果是红色的，表示你关掉。可是我怎么一直按都红色的？你一直按都红色的。个气嘛都红色呢，啊？对咧吼，伊拢有一个绿色遐，有一个蓝色的框框。对，你即摆试落我才拢看到。啊，我试者我正，OK， 安尼有啊。OK，好，平安。平安，有要啉茶。老早。这个敢有较安全晓？嘿，这个美国人的啊，headquarter 嘛，囥伫美国。哦。那我也感觉是。吼，
Zoom 的迄块头是伫中国，啊头家嘛中国人，啊伊所有的 data 拢送转去中国。最近才有一个伫北维州的台湾查某囡仔吼，伊嘛是教会同工。啊，伊专门咧做一寡受压迫的国家的人的关心，伊有写一篇文章关于 Zoom 的代志，就是伫迄个中国前礼拜日咯吼，前礼拜日尔的代志，讲自费刷应用 Zoom 做礼拜，还未刷尔吼，就已经去掠人啊，迄篇伊写的。是伫中国啦吼。伫中国意思就是讲中国拢咧看 Zoom 内底的 data。对，伊拢安尼有物件，咱若阵咧使用的时阵，伊就会看。伊讲，迄中国讲用来掠人足简单嘞。你若去到机场的时，伊就甲你讲哦，某某人你来到阮遮。甲你欢迎。去中国的时阵了。啊，伊若有你的迄个面的迄个脸书吼，啊，甲你的资料啥，你去到遐时，伊就已经知影。OK。叫做脸部辨识系统呢。老大。啊。你无剃喙鬚？哎呀，我袂记剃喙你鬚。是讲无事无听啊？是。无采，我要请你啉茶，讲你还是甲我讲我无剃喙鬚。这是高山茶。你无甲讲，你咧食无书，你甲无书共款。以后搁查一个啦。差不多过几礼拜啊啦，过几礼拜啊。一个月啦，反正拢居家在，拢伫厝内，你就是甲留袂要紧。对啊，对啊，我就是要甲留起来。无人讲你是无热头毛呢？你无热头毛？我到外口会练，我头壳会练。伊伫遐外礼拜啦。我邀外礼拜，我邀外礼拜。迄顶是共产党诶。我只学了伊袂歹，你讲伊共产党诶。你去伫一顶民进党诶青色诶。无呢，我无呢。你有，你咧甲我强硬。你民进党我送你一顶啦。无人民进党诶，无人要治啊。民进党诶，是啊。民进党诶政府是世界第一差诶政府，无魄力，叫魄力。系啊。你来看按头规个即马即阵啊，迄根本完全连一个韩国语都啊，你无法度。咱要礼拜免讲政治啦，讲政治了要讲。你讲以前吼，拢是咧做礼拜咧讲政治，会记咧陈大兴啊。你要互对警察无事听到，伊就甲你骂。我讲的拢事实，我无规工嘛是看遐有诶无诶吼，我听诶吼，民进党有够差。我迄个，我是啥？这啥啦？这珠宝输掉。这个是啥？刚刚。珠宝输那走去遐去啊？我伫遮，对啊，本来你毋是伫遐。这一走。伊迄电脑会走来走去，你毋免烦恼啦。伊这是，做会当看几个人。稍微一下。大气的。各位兄，你好。我孙女平安。无听的啦。我孙女坐到上正宗安尼哦，哎。因为我画半工，伊拢嘛无听。
平安。我属牛，平安。你对恁后壁入来吼，因为你目镜乌乌。哦，我伊自动变水外口啦。当拄仔为目口迄个压菜。哦。这袂当出去买菜，所以家己种菜。哦，真好啊！分一寡互我啦。好啦，等下大肠啊，摕一寡互你。摕出来看你就使。网络 order 啊。系啊，网络 order 就袂好食咧。中国菜有当时 order 无。哦吼。有人甲我讲，迄网络 order 收着拢安尼补连连。是啊，拢无啥新鲜嘿。什么人都网络 order 伊讲，哦，频啦，伊讲网络 order 我足好势。嘿。平民讲的，啊歹势，平民伫遐，我咧讲伊。讲人教。拄则来尔啦，你讲人教。我拄仔在咧讲你咧 order 网络 order 菜咯吧，你拢无 order 我的一份。会记啊我这袂当 order 你啊，若无我绝对 order 互你食，食爽快。我才互你我的地址，你咧啉啥？我嘛有呢，我是啉茶呢。我嘛是茶啦。我这是高山茶。我是低谷茶。这个感觉。恁五是gì呢？我是咧泡茶。哦，安尼啊。哦。你 order 你慢慢等到后礼拜。文华兄，我甲你考试。有文献记载吼，走上紧的人，什么人你知无？有文献记载啊，迄个叫做什么张伯伦是吧？唔是啦。两字的，比佫较早。文华。过2000年。文华是吧？唔是。祖庆兄知道，叫他来。哎。祖庆哦。哦。他姓曹啦，唔是啦，他姓曹。曹。哎，对。说曹操就到。天哪！恁就是这个歹笑国的。迄个曹操，咱还袂教你隔壁迄个曹操在倒位？来啊啦！来啊，你看，哦，你今日无记白哦？你无记白？啊，今日无记白哦？诶，食了啊，即摆搁慢了。哇，好食咧！哎呦，啉茶，来啦，高山茶，高山茶，你是啥物茶？乌龙茶。乌龙茶无好，你爱啉乌龙茶，来，我才互你。我有一罐乌龙茶，我都无爱啉。即摆讲正经，我无爱啉乌龙茶，但是我有一罐乌龙茶啦。好啦，我再摕2杯甲你换啦。好。来，大家搞早，伊哩茶。木薯牛，搞早，木薯牛，搞早。你看，迄个乌龙茶吼，原来有一个好处，迄个好处就是吼，若胃较无迄落，受刺激的吼，乌龙茶有较好。啊，伊迄个烘焙的时间有小可有烘焙，佮有发酵，所以对某一款的情况是有好处。无毋对啦，清茶吼，有个人啉，那胃冻袂掉啦。对呀。乌龙茶袂啦，发酵，所以西洋人咱拢啉红茶，伊甲乌龙茶共款。哎，对呀。我讲，你无需要你拜托你甲米娜送一个link 互伊。哦。正经。文山包种茶是15%的发酵，15%。乌龙茶是25%到30%的发酵。高山茶嘛共款，但是高山茶是爱
海拔1500以上。你爱文山包种茶，我才互你。有啦，你也有哦？有啊有啊，你摕200来甲换。我东方美人呐，阮这个东方美人。对不起。东方美人敢是？东方美人茶就是碰风茶嘛是。对啊，我美遐嘛。茶博士来。伊就是咧介绍迄个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你即马迄是右边，你是左边的美人，你的左边。哦，我看遐你伫咧配地哦遐。对。已经配地哦啦。我北京配地。已经配地哦。外口真爽快吼，凉凉。我某就讲今日要来做野外礼拜。好。我嘛会当来野外礼拜。对啊，你嘛做野外礼拜。我嘛会当来阮兜伊啊。太光嘞，阳光太强。野外礼拜尾也无电，所以我今日 extension cord 已经准备好啊。哦。未无电啊。安尼袂歹。奇怪。你即马愈来愈熬用电脑啊？哦。对。足熬的呢。minus。足熬的，迄就是无输足耐性甲你教。我看到迄天无输叫你有耐心，我想我绝对无爱教。对吼，我要去摕迄个充电的。恁昨遐敢有停电？倒位？恁到位啊？无咧。无吼，阮这边有停电。我无输你的画面真无清楚呢。我嘛唔知影呢，因为我感觉伊拢直直转。网络无稳。我感觉你的画面很模糊哦。看起来那加新嘞。你用电话给他们。给我笑嘞。可是我嘛唔知影呢。我看到伊。你用 iPad？ 我全部都 copy 啊。对的。有奇怪，我打不出来他的。有时候就好，有时候就不好。像 David 现在就模糊。模糊呢？对有。我头路全部拢无去。安尼你网络的问题。我想，因为大家人你讲的，大家人拢有问题啊，所以迄毋是干那我的问题。啊，所以即摆有的网络佫拢无去，即个4个走袂哦，全部佫无去啊。还是你？还是你遐的无稳。我拢有呢。即摆咱有1、2、3、4、5、6、7、8、9。我全部拢无啊。无哦。我有看到你呢。我敢看到我家己，啊个你无输安尼。我见啦，安尼男主角看到啦。我敢会声音若关掉，它也是影响，唔知呢。等若无输讲到有就好啦。听到啦。是讲网络较足的时阵，若影像关起来吼，啊个声音拢会使啦。嘿。这个咱你这个无听到啊。我讲若讲网络无太强的时阵啊，影像先甲关起来。我即摆全部拢无看影像。你个都有看到吗？我全部拢无看到恁。开始你敢有看到？我无可能网络迄个，我有甲 check 我网络足好诶。无你一开始敢有看到阮啊？有盖头有诶，啊了即摆拢无啊。头拄开始，大家甲你转诶时阵，大家咧画诶时阵，了开始拢无去啊。你只惊到。因为。卖画，你若要画。我出去个日本看卖。这是啥？按到那个啊。魔术你出去再进来看看。OK。你出啊！靠，你走出去。我嘛出来一个。还有区别不？我的画面就是每个人的弄底下你声音空啊，那就没。你这个网络问题啦。那你的网络的问题吧？大概是吧。今麦有听到你的声，唔都无看到你的影。有。
哦。有听着写无看影，这足正常的代志。就是一直在搜寻，我嘛唔知是安怎，伊拢一直咧写安尼。哦。David 无印象。David Liu，都有字出来，即马煞无去。是毋是大家到尾即马咧用这网络赛车？我入来啊，恁有看到我无？我看到你。有啊。新开机，毋知会较好无？我即马看到真清啦，但是我知影咱即摆迄一摆是你用，我就知影讲即个无稳啦。因做人讲有即种问题发生。伊丽姐才无看到。我即马拢无看到，我无伊丽姐我有看的，David 我无看的。即摆有诶无，有诶可能无开无的确。我是你出来比较清楚一点。哦，我对，啊，现在那个 David 也跑出来了。David 跑出来。是。296，这个是啥物啦？296好像是你的分身呢。伊丽姐啦，伊丽姐啦。啊，迄个 CHUNG。29。我名叫。29，迄个是。电影兄因的啊，296这个买啥物啦？还是电话号码遐？唔知影，可能是。我看到。296。我嘛无去啊。我无去啊，不要紧，还好。我这。来啊！哦，你可以变魔术。这是迄个 number。袂叮当。袂叮当啊！大家你等啊，我拢走无去啊，拢走无去啊，拢走无。我刚才看到迄个 PowerPoint 嘛咧等，这 PowerPoint 嘛咧等。296。我没有看到 PowerPoint。296伊讲离开会议呢。296拄啊是回那个啊。我就咧讲，这是迄款方面，你都毋信。你讲296是啥？我的 camera 袂当，啊，毋过我会当看到恁个 PowerPoint。对啊，我敢若会当听到你的声，袂当看到你的影。因为阮会讲 webcam 无 available， 所以我有声，我有看到恁，啊，阮会用袂出来。我看到迄个有写讲 CHUNG 安尼。安尼，阮就是有个啦。你是甲介绍，毋敢互我看。因为你讲296是啥？拄啊，迄个是回哪者？我有看到，即摆哪会？伊个加入，看吧，哎，拄啊有看到啊。我无看到回哪。我看一个啊。我看一个啊。296是因啦，拄啊是因，啊，即摆佫无去啊。阮的 video 无法度开啊。对，我刚才当听到你的声，无看你的影。This is not a good one. 我的 laptop 的问题，啊，毋过我有看到恁啊，啊嘛有看到 PowerPoint 啊，都。好，来准备啊！即摆你要叫我创啥？把声音关起来。安怎关？这倒位？对 ，right now is the song。你先请 David 做咱的局长。首先，大家敢有听到我的声？对，同样这咱就是准备来先，咱前礼拜前，咱做来第个时间咱来祈祷。阮感谢天父上帝，阮来感谢你的带领，甲你的恩典，你时时刻刻伫阮的身边，你保守阮。我毋知影明仔载，阮要拄着啥物，即个传染病，阮也毋知个等偌久才会过去。但阮知，主你掌管明仔日，阮的生命中拢有你一切你好的旨意甲安排。恳求主，照你旨意来带领阮每一人的脚步，来帮助阮伫
你的问题中就活出，当互你欢喜的反省。想着阮最近，阮逐人拢真注意来防止即个阮未看起的这细菌的传染。详细帮助阮会知影，魔鬼伫阮无看起时阵，也是去要试探阮。叫你帮助阮知影，阮来悔改，求主来赦免阮的罪过。求主，我们还要存谦卑的心来军队主你的家事。我来就是我献上阮的感谢跟乐乐，求主带领阮今日的敬拜，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咱即时开始咱礼拜来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咱即是做伙三甲吟诗圣诗246首，上帝听叹赢过一切，上帝听叹赢过一切。第246首，上帝听叹胜过一切。上帝听叹了嘅一切，必定我嘅讲无对，求你点我卑微心内，显出你嘅大仁爱。救主你是主名里面，你的听我爱顺情，将你救恩只是讲你，亲近我的名心。全能救主是路拯救，主你我命愿承受，罪你先定我的降临，因我无你点关心。
咱这位来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速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得永福。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中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做伙来看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速读圣经速读行传第2章42节到47节。伫圣经节是新约圣经速读行传第2章42到47。我对41节开始读，对安尼接纳因的话的人，拢受洗礼。迄日约加天3000人，常常传布速读的教师，三角交陪，八饼祈祷，众人拢惊吓，速读佮行侪奇事神迹，信的人拢聚集伫一个所在，所为的公家用。佮袂分散家业，照达人所欠用分福音。日日当心专务伫殿内，也伫人家八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阿乐上帝，也得到正规性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感谢主，咱这是请李牧师传来祈祷，然后伊要敬德。咱做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希望阮对3月中旬就已经接受到政府的命令，为着防疫的关系，阮袂当去到伫礼拜堂实际组织做伙来敬拜你。但是你予阮透过这个网络的功能，也互阮会通伫借着 Internet 来组织做伙，对你来献上阮的祈祷、感谢，甲对你的敬拜。主，阮求你来看顾这个土地，你所创造互阮的爱地园。虽然阮人得罪你，用家己的意思伫违逆你的旨意，阮正面对这个瘟疫的时阵。主，阮需要你特别的恩典甲怜悯伫阮的中间，也帮助遐生物学家、科学家、医生，因会通对研究来发现治疗的方法佮药物，来帮助阮来度过这个瘟疫的时期。主，阮伫你的面前自责的时，也要感谢你过去的时间的保守。阮出入入拢有主你的看顾，求主你来继续来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互阮会通伫你的保守的下面来度过即届的艰难。阮为着阮的自责来献上感谢，也特别感谢你前礼拜阮的教会的就任的礼拜，虽然一个真特别的经历，但是阮知主你甲阮三个伫地，也求主你继续来恩待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教会，互阮会通对听见你互阮的呼召，伫阮的周围做好的工来见证主你的名。为着今仔日的组织来献上感谢，也为着即个月阮有侪侪兄弟姊妹生日来献上祈祷甲感谢。求主伫因的日子的中间，继续来看顾、保守、来祝福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咱今仔要分享是一个团契的生活啦吼。
我用这个受难日阮兜的布置做这个封面吼，就是讲要互咱大家来思考，所谓的团契生活是对伫耶稣基督所颁布互咱的命令，还是讲新的改变，还是讲伫咱的信仰顶悬咱去实践的。其实最后的晚餐，也是讲圣餐，伊本身就是一个团契生活的典范啦，吼。当耶稣在擘饼的时阵，伊祝谢了后掰开，就把这个饼传化成，然后继续分享落去。啉这个杯的时阵，虽然主讲这是我的血，为着恁所流的，吼，所设立的新约，但是当咱知影过去的人，甲咱即马咧守圣餐无共款。我有甲咱讲过，讲有后迄个易开罐的，吼。咱真长的时间伫教会内底拢一人一杯，但是伫传统的仪式中间，其实因是拢一个大的杯，然后伫迄个所在咧分享。所以借着最后晚餐，其实是咧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去分享、去关怀。今仔日要对伫《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7节来看初代教会的信仰生活。当然，咱会当看到讲，这是一个真典型的团契的生活。初代教会因借着这个晚餐，最后晚餐伫遐来分享，所以因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彼此来掰饼，就是咧守这个圣餐的意思，继续伫遐过这个传统的生活。伫台湾人的传统内底，我哪有做伙啉食？我连伊会用这个图片过来甲咱解说啦。咱因为中共的这个武汉的肺炎的关系，所以咱无法度伫礼拜堂组织，无法度来礼拜堂的聚会。咱无习惯用电脑、网络，但是咱好哪亲像爱伫最短的时间去学习。阮几个牧师咧讲吼，即马着足侪的这个 software 吼。阮叫做1个礼拜1学习啦，吼，就是讲拢会尝试新的物件，特别是 Zoom 出问题了后，大家搁咧思考讲倒一个较方便使用，吼，较会当安尼，所以阮拢咧学习的中间，但是上帝将咱的心备办好势，咱愿意来学习。所以咱的目的是要伫即个无法度伫礼拜堂组织的中间。依然继续会当礼拜，所以前礼拜苏牧师嘛，甲咱提醒，咱开始要重新思考礼拜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礼拜意义伫现代这个时代，咱爱去重新思考，重新思考人甲上帝的关系。有真长的时间，人对迄个教会的定义有一寡错误的理解啦吼，因真侪人拢感觉讲，迄个教会是咧指礼拜堂，但是事实上毋是吼。礼拜堂是一个建筑物，礼拜堂袂当甲教会画上等号吼。礼拜堂甲教会袂当画上等号。礼拜堂的上济，咱会当甲伊讲，迄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圣殿，也是一个所在。但是，当咱执行这个网络的礼拜，即几礼拜落来了后，咱嘛爱重新思考，到底礼拜是啥？教会是啥？有一个教会用迄个网络，或者是讲伫未发生进前，咱所知的水晶教堂是全世界第一个用电视讲道礼拜传播去全世界的一个教会啦吼。但是有真侪人真长的时间讲我伫阮兜做礼拜这点物咱嘛当来要来做伙来思考的，安尼敢叫做礼拜啦吼？有真侪迄个联合的即种的电视的礼拜，有足侪牧师足有名的牧师
甚至有足精彩、足 professional 的即个音乐性的演出，甚至有人有一群人伫遐咧跳舞，因讲叫做跳领舞。遮尔好的即个 performance， 到底是毋是真正的礼拜？当然要思考礼拜进前，咱爱思考啥物叫做教会啦。照圣经希腊文的讲法吼，教会是一群人因为信仰的关系，受到上帝呼召，组织做伙啦。这是对这个希腊文的一个字出来吼，叫做受呼召一群人组织做伙。这个一群基督徒，一群属伫上帝的百姓。一群有受到上帝恩典，有领受到耶稣基督保护，透过因的信仰，互人呼召出来。这群人叫做教会。这个字是对希腊文的 ecclesia， 这个字的本身甲教会 church 是有同款的意思啦，吼，伊的字根吼有同款的意思吼，所以。你讲的教会是一群人，因为同款的信仰，互上帝呼召出来。安尼，咱要来思考是讲，教会几个人算是教会啦？几个人算是教会吼？一般来讲是大概算上1000个人，咱就讲伊是 mega church 啊，就是已经超过啊。有人伫 mega church 开始产生了后，用成10档的时间去做统计，100人以下、50人以下、100人、200人、200人、300人，佫去伊去做统计甲了解了后，因发现，因这个了解是讲这个研究，因发现300人以上的教会，迄种团契的特质，感觉足低啦。意思是讲，好哪亲像一个企业共款。这个部门的人甲迄个部门的人无一定会当熟悉，或者是毋是讲，这个教会已经300个、1000人、2000人、3000人，是毋是咱伫美国有迄个7000人、几万人教会，牧师有几若10个，含牧师换了捌袂透的情形啊吼。所以讲，迄种的听的特质、团契的关系是感觉足低。这个研究的人员咧讲，教会若迄个特质要爱保存有团契的特质甲听的特质吼，教会人数毋好超过300个，300个已经是 maximum 吼 ，maximum 安尼吼。所以人数照圣经的教示人数安怎定？我无说互咱一寡时间去思考，几个人算是教会啦？吼，几个人算是教会？爱100个人吗？爱80个人吗？爱上千人吗？耶稣基督捌安尼甲咱讲啦吼，伊讲恁若有2、3个人啊，也是讲2个人吼，同心合意吼，求什么，天父一定甲恁成全。20节吼，马太福音18章的就讲，因为凡有2、3人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我就在他们中间了。OK， 所以。基本上是有2个人就会使啊，有上帝甲咱三角地地，咱若有同心合意，这就是教会啦，吼，这就是教会。所以照安尼来看吼，教会无限定偌济人，教会上重要的2个因素就是人的团契，甲上帝的团契，吼，毋是你得爱偌济。偌济人，也是讲偌济个牧师做伙，也是讲足有名的牧师讲道，才有算是教会。圣经无安尼定义教会啦吼，爱有上帝同在，所以讲教会本身有2个特质，就是人甲上帝的团契，再来就是人甲人的团契吼。这2个特质一定爱有。有人安尼讲，若阵教会袂当互兄弟姊妹搁较听上帝，搁听人，教会的这个物业升值多少钱？伊的意思是讲，你有偌济人，奉献收入偌济，礼拜堂偌大，这间教会是一个
负责教会啦吼。我想即句话真刺激我嘛，互咱来帮助咱来思考，到底教会是啥物货啦吼。第一点呢，若根据拄则咱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耶稣基督并无讲伫地点。换一句话来讲，教会要行无讲土地，也无讲礼拜堂，也是讲地点。教会存在的要件是人甲上帝的团结，人甲人的团结。当然，伫万咱的组织是共一个所在。上落尾，我会用今仔日的经文来甲咱来分享，互咱来了解啦吼。咱知影地点伫圣经的记载中间一直咧改变，吼，一直咧改变。我今仔日都还未讲到迄个创世纪中间，咱讲族长时期啦吼。我直接对伫迄个摩西传统落来，咱咧讲的会幕，吼，到大笔时代还佫算利用即个摩西的会幕方式。来去敬拜上帝，所以因爱用一个咱讲大卫的帐幕吼，大卫的帐篷，伊就是用一个迄放约柜伫迄个所在，伫遐敬拜上帝。这是摩西传统落来。然后咱知影有迄个圣殿时期，就是对大卫甲所罗门了开始有分两个时期。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了后，就脱离迄个游牧民族的生活。所以，因入去伫圣殿定居了后，有固定的所在咧做礼拜。然后是所罗门的时代，伊起一个圣殿来代表上帝伫遮，来代表上帝伫遮。了后，咱开始有咧追求礼拜堂，但是伫圣殿甲礼拜堂中间，还佫有一段时间，咱叫做会堂的时间，吼。咱来看福音书内底记载耶稣。伊时常伫会堂也是讲咱咧讲的礼拜堂进前是罗马的，讲迄个公会的聚会场所，迄叫做巴西利卡。尾啊伫礼拜堂的建筑了后，巴西利卡咧成做一个真早期的礼拜堂的形式。巴西利卡本身其实伊是一个迄个建筑的形式，咧讲到。大家会当聚会一个真旷阔、四四角角的聚会场所，所以咱虽然受到这个有居家隔离的命令了，咱无倒转去伫礼拜堂聚会，咱用网络的聚会伫遮礼拜查经，因为咱伫信仰的内面，咱组织做伙，咱同心合意，所以咱这叫做啥？咱嘛叫做教会，咱嘛叫做教会，伫即个中间，咱开始来重新思考。当然，毋是咧讲咱一个固定的、一个 physical 的礼拜堂，毋是无重要，这毋是安尼讲。但是讲，咱开始来重新思考教会甲礼拜的意义。这是咱一整礼拜的聚会中间翕落来。咱有足侪人伫网络顶悬安尼组织，然后咱嘛是讲，这是一个教会。这嘛是一个礼拜。第二个角度，咱来思考礼拜的意义到底是啥物货？上礼拜苏牧师也提到讲，礼拜英语叫做 worship， 另外一个叫做 service。咱今仔日要对圣经的角度来听这两字的关系甲了解啦吼。当然 worship， 咱来讲，伊是对两个英语字合做伙就是有价值的一个。关系啦，这个价值的关系是啥物货？这个价值的关系就是人甲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敬拜本身是人甲上帝的关系真重要的。但是这还无结束，咱讲 worship， 另外一个是叫做 service。service 的意思是啥物货？伫圣经甲咱讲，其实我较建议用复数去写这，因为有足侪无共款的服侍。加做伙，然后做伙伫遐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我拄则一直咧强调，教会是两个重要元素，是人甲上帝团结，嘛是人甲人的团结。所以有真侪服侍加做伙，然后来敬拜上帝，来服侍上帝，这就是礼拜真正意义，真正意义。
用咱教会，咱若周报摕起来了后，咱来看，咱有偌济物件，咱有偌济物件，咱有文字工作比如讲周报啦，也是讲 PowerPoint 啦，也是咱伫网络的预备，也是讲咱查经等等遮物件。咱有啥物货？咱有交代，咱讲交代当讲是啥物啊？交代服侍是教会门面啦，一寡。第一届入来教会人，咱的交谈若足侪善的时阵，伊感觉讲哦，即间教会足温情足warm的安尼咱有啥？咱有音乐，有司琴，有会众的娱乐，有圣歌队等等遮的无共款的音乐顶悬的服侍。咱有诗会，咱嘛有祈祷，有做伙祈祷咱讲公祷毋是家己的迄个厝内的私祷，佫无共款。咱嘛有启应文，咱嘛有信用个别，咱嘛有读圣经，用上帝的话来去传讲上帝的真理，咱嘛用奉献来敬拜上帝。过来咧，咱嘛有做伙啉食，伫遐分享，咱嘛有迄个交陪时间，咱嘛有迄个交陪时间，咱有侪无共款的服侍加做伙。然后伫遐做伙来完成一个礼拜，这个礼拜是服侍上帝嘛对上帝遐来领受伊的教示。伫圣经的观点 ，worship is service，worship is service。所以，若敬拜上帝无有服侍，这毋是敬拜上帝。安尼讲，咱足简单呢，有足侪人伫厝内底安尼。穿困衫倒咧眠床看电视，讲我嘛敬拜上帝，迄无完成，无完成敬拜的意义啦无完成敬拜。早期伫台湾看即个水晶教堂的礼拜转播，也是讲看即个Good TV 的即个礼拜的转播，足侪人讲安尼我就无需要去教会啦。因为我已经礼拜了我已经拜上帝这无下伫圣经的教示为什么讲呢？敬拜这个字上早期出来伫记23章25节，伊讲：如果你们敬拜我，上主你们的上帝，就赐食物和水给你，而且要除掉你一切的疾病这个足下伫咱现代的需要特别是后壁啦咱若敬拜，咱若当心敬拜上帝上帝要赏赐咱有教养，嘛要将迄病来摕走OK， 那圣经的原文安怎讲？圣经的原文我abatem 这个字是 worship， 伫 NIV 内底翻译做 worship。KJV 咱来讲的迄个较传统、较古典的翻译方法，伊讲是 serve。我搁倒转来咱看共即个字出现伫出来记23章25节，共即个敬拜，NIV 翻译做 worship，KJV 翻译做 serve。所以敬拜上帝若无有服侍，这毋是敬拜上帝。人甲上帝的关系，若无人甲人的关系，这就毋是敬拜。出来记23章25节已经足清楚甲咱讲到这个概念，所以无有服侍就无有敬拜。敬拜本身就是服侍，服侍上帝，彼此服侍。所以耶稣伊设迄个典范，伫最后晚餐的时阵，伊来甲门徒洗骹，彼得讲毋通，耶稣就甲讲，我若无洗你的骹你就甲我无关系啦意思是讲，若无服侍你就甲上帝无关系啦洗骹的精神是安尼。耶稣到伫尾嘛讲，我是恁的老师，安尼甲恁洗骹，恁应该爱彼此洗骹，所以是彼此服侍爱照安尼去做。所以 worship is service 这个概念真清楚，伫旧约也好，伫新约也好，就是安尼。咱要了解什么叫做团契啦什么叫做团契？
咱讲团契一般讲 fellowship 吼，咱彼此的关系安尼吼。牧师要先对迄个十字架吼，即个十字架来互咱来思考啦吼。当然这是对中文去拆字啦，毋是圣经真正的意思啦吼。但是讲对中文去拆字的时阵嘛，有真有下伫迄个意思吼。咱知影十就是一竖又一横嘛，对无 ？OK， 来，咱若准只有即个一个关系。讲人甲上帝的关系，这是灵修，这是敬拜。如果只有即定的关系，无迄种的团契生活，甲人的互动，拄则牧师已经提到，讲伫迄个第4礼拜咧流行的时代，有足侪基督徒，特别是少年仔，伊拢无爱去礼拜堂啊，因为讲我伫厝里已经做礼拜了。但是咱要知影，礼拜毋是用做的，毋是用演的，嘛毋是用看的。礼拜是一种的生活，吼，一种的生活，敬拜上帝的生活，服侍的生活。所以礼拜应该是真侪的服侍加做伙，更较重要是参与伫迄个咱咧讲欢的即欢的吼，就是人甲人的互动的中间，然后去展现咱是敬拜上帝。这是人甲上帝的关系。安尼无完成十字架的使命啦吼，所以礼拜毋是用做，毋是用演啊，毋是用看，咱拄则讲啊。所以迄个一足重要，即个横向的一，人甲人的平衡的关系，即个真重要。但是你如果敢若有人甲人平衡的关系时阵，这嘛毋是十字架的精神。人甲人的关系是啥？拄则我互咱看一张图。有足侪人伫遐咧做伙啉食迄，咱连咪来解说是安怎？迄个毋是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精神。咱咧讲欢的一是人甲人的关系，是交谊，是团契。无有即定人的关系，十字架迄个组成都有问题吼。所以人甲人的互动、关怀、交谈，做伙欢喜，做伙欢乐，做伙大道，彼此来扶持。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水，这是一个实践。所以咱必须爱有得的，也有爱看的关系，然后就成做一个十字架的款式吼。这个就是咱对中文去拆字来了解。我想互较简单，互咱来了解。咱要爱有十字架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必须爱有人甲上帝的关系，嘛爱有人甲人的关系。团契到底是啥物货？有人开玩笑讲团契吼叫做专吃啦吼。我毋知咱有迄种经验无？伫台湾的时代吼，那伫迄个学生团契的时代，还是讲伫大专团契的时吼，去到教会吼，拢安那，拢足好诶，拢有通食，还是讲咱报佳音吼，报佳音去到逐间家庭内底吼，哦，逐个拢穿啊足青草诶。我毋知咱有会记哩无，还是讲有即个经验无吼？是安怎比这个专吃？你知影？当然，迄是实际啦，吼。就是讲团契的团外面的框框摕掉，吼，就变做专啊嘛。个口甲气吼，放做伙，就变做专吃啦，吼。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但是嘛是一个提醒啦。如果咱的 fellowship 敢若组织做伙，敢若咧讲食的时阵吼，就会变做民间宗教的流水席，敢毋是安尼？无有信仰的意义，敢若伫遐就偏讲哦，阮兜迄个办即个办桌吼，有偌济人来食呢吼，这毋是团契吼，这毋是团契。团契是啥物货？咱牧师伫开始就一直强调，团契是人甲上帝的团契，透过圣经的话语，透过祈祷，透过敬拜，透过济的服侍，这服侍就是人甲人的团契。咱做伙服侍，做伙娱乐，做伙信仰个别，做伙彼此伫遐分享大道。这嘛是为虾米咱伫开始quarantine了后，咱家己真努力咧，甲帮助每一个兄弟姊妹去set up，会通做伙伫即个所在用即个互动的软体，
咱伫礼拜前、礼拜后，咱拢有一段时间，即种彼此联谊的一个时间，咱真注重即个部分。所以到落尾，咱爱去思考是讲，咱是啥物人啦？咱是啥物人？咱可能想讲，为什么要思考安尼？咱就是基督徒啊，咱就是教会啊，甲啥物人拢无要紧啊吼。但是咱知影，咱每一间教会成立拢有伊的独特性，甲伊的特质，甲伊的文化。咱伫即个提摩太前书3章的中间，咧查经的时候，咱有讲着讲，初加入教会无适合做监督，为什么？因为伊对即个教会的文化特质无了解时，也是讲教会对即个人的文化特质无了解时，咱无法度互伊来带领一间教会。因为每一间教会有伊家己的无共款咱讲简单来讲，讲每一间教会所在礼拜堂所在周边嘛，逐间拢无共款。咱的环境、咱的厝边。咱的检测是宣教的对象，还是讲咱的朋友，这拢无共款，这拢无共款。当然，咱会当伫网络找到真济的资料，找到真济的资源，但是咱真细字有真济资源是无正确的教导伫迄个内底，所以咱要安怎去思考？咱必须要倒转来思考，讲咱信友教会的关系，咱的团契是啥？咱信友教会，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货？咱信友教会对上帝遐领受，咱的呼召到底是啥物货？咱当然是要透过网络的成做咱的工具，来甲一个人相合做伙，会当将这个福音来传互因。但是咱必须要思考，咱家己的定位伫倒位？咱的团契是啥物款的团契？其实咱伫提摩太前书所咧讲的，其实嘛有真济咱咧讲的，讲无下伫圣经真理的教导，咱要安怎去过日？这拢咱必须要倒转来思考的。网络咱所得到这的资料，是毋是真正咧讲到这个信仰？比如讲有即种成功神学的人，拢来讲吼，你若敢求上帝，就敢互你；你若善，就是因为你毋敢求。我哪有即种的教导咧吼？有足侪人信伊呢，但是这敢是真正圣经要甲咱讲的话？我想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所以咱爱去来思考讲，我到底是啥物人？我甲上帝的关系是啥？我甲信友教会兄弟姊妹这团契的关系到底是啥物货？上落尾，咱要倒转来今仔日的经文来看，你也看。当彼得伫遐传福音了后，因开始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无去用头前讲因有偌济人，较重要毋是人数，是咧讲着后壁因的信仰的生活。所以你看，因全部伫遐来受教，参加团契的生活。然后伫遐呐，彼此来啉食、来分享，我想这咱拢咧做诶代志。但是我牧师要来提醒，足侪教会甲初代教会足共诶，伫食饭诶代志顶悬拢会出问题。足侪教会哦，啥物人要煮啦吼，啥物人莫甲我插啦吼，啥物安怎拢足侪问题吼。那安尼我感觉足无彩吼。咱必须要做伙来祈祷。咱必须爱伫上帝互咱的中间来领受上帝的信约伊的保守。所以咱爱有敬畏上帝的心，因为咱教会是真人属上帝的呼召组织做伙，是要做伙来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再来安那，因搁继续来过团契生活，伫这段内底已经出现第2摆啊吼，我倒转来伫遮。一摆啊，42才一摆，44才佫讲到团契的生活，所以逐个拢伫迄个所在，咱讲凡物公用。咱即摆咧奉献正做教会的经商费，就是咧办理遮个代志，甲当初时的凡物公用无啥共款，
咱借着奉献吼。啊，当然因讲因卖掉田产家业啦吼，啊，甲需要的分互大家。啊，我想咱嘛是会去思考即个部分，比如讲，咱前礼拜就任的礼拜中间，咱有收到一个礼金，咱就感觉讲，咱即摆毋是上需要即个金钱的时阵，所以咱会想讲，咱会当捐互啥物人，还是倒一个单位吼，咱会去做即种安排甲思考。然后较重要伫后壁，伊讲咱着爱同心合意，过来伫圣殿内底聚会哦，伊才有分做两个哦吼。伊才分做两个，圣殿就是咱即摆咧讲的礼拜堂，然后过来咧，伫后壁，人的家内底分享爱宴，也是讲咱讲家庭的聚会，也是讲亲像咱透过网络的即个查经，咱搁组织做伙伫礼拜日以外、礼拜以外的时间，咱会通伫遐来交陪，也就是讲咱还袂可能伫进前，咱有去无共款的所在，咱有去周牧师的厝，去主亲的厝，咱借着安尼继续来操练迄种团契的生活。伊讲用纯洁的心做伙来用饭。啥物叫纯洁的心？其实有足侪角度会当去思考一个吼。纯洁的心就是讲吼，无论食啥拢好食，无论食啥拢感谢上帝，无论食啥拢是伫遐咧分享。迄是纯洁的心啦，吼，过来伫遐来学了上帝，甲人保持和睦的关系，这叫团契，吼。然后咱会当做甲头前所讲遮个，上帝就要将人加添互咱，毋是咱努力去招人来尔吼，上帝自动将人数加添互咱。为什么？因为侪人会去欣赏即种的团契的生活。我想咱伫前礼拜的查经的中间，甲兄弟姊妹咧分享，大家拢讲，拄来咱的信友教会吼，拢感觉甲其他无共款，咱有无共款的气氛即个气氛会互人感觉讲我真自在，会互人感觉我受尊重，会互人感觉讲我伫遮吼无有压力，我真欢喜要来。我想这就是一个团契生活的一个真重要的见证。这嘛是互咱对伫初代教会来思考，特别是咱即摆搁用网络咧做礼拜时阵，咱来重新来思考。咱嘛真期待有一天会倒转来伫咱的圣殿内底做伙来聚会、来服侍、来敬拜上帝。但是咱若无好定透过即个网络、电话，还是各种的即个管道，咱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带导，这拢真做真大的帮助，嘛帮助咱来度过这段时期，咱心内的惊吓。愿主甲咱三合地地保守咱，愿主欢喜接纳咱对伊的敬拜，咱做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使徒行传第2章，阮看见初代教会因团契生活。阮重新来思考，特别阮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主啊，阮真正需要重新思考阮甲你的关系，阮来重新思考阮甲阮的兄弟姊妹的关系。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这段的时间内面，永远会通甲你牵条，无离开你，无因为心内的惊吓，无因为伫厝里这个隔离的迄种孤单。来有大的变化。主，阮甲你无离开，阮甲阮兄弟姊妹虽然袂当伫肉体的相交往，但是阮永远同心合意对你来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主，你来保守阮每一个人，也继续来保守阮的教会，保守阮这个土地，阮这个世界，赶紧来脱离这个疫情的羁绊。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感谢李牧师今仔互咱的信息，咱做来回应上帝的话，来吟圣诗338首，愿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圣诗338。也咱犹原继续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38首，愿我为
那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因为奉献的时间，咱虽然无做伙，会当来做伙奉献伫教会咱欢迎咱检测后会当将你的要奉献的支票会当寄到教会，还是寄到学主的住所。咱sorry， 你前礼拜咱有接到咱几位咱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奉献咱。其实，在人生
奉献的诗，正诗306首，B。咱这是来做奉献的祈祷，特别上头真感谢你，我哋时时刻刻你要保守，你带领阮啊！你这个咱边时机，阮感谢主，阮伫阮四周围，阮真侪人也咧帮助阮，阮伫公务人员，有这警察，第一线咧工作的伊只医护人员。有姐姐，伊阮毋捌你无看到，但是点点你为着这社会服务的人，我为着这姐姐人咧帮助阮，我来感谢你，我来感谢因，特别上帝，我来感谢你。阮最近，阮逐人要搁较侪时间，会当和阮家己的人、家己的亲人、朋友做伙有请安。有这个交陪时间，阮感谢主。最近阮逐人搁较侪时间会当咱来读圣经、来灵修的时间。我来感谢你，今日互阮会当做伙来聚会，做伙礼拜，而且阮来感谢你，主啊，你帮助阮，会晓知影，我会将阮的生命来交托互你。逐日来跟对主，来常常会当思考主你的教示。让知影伫阮的所行、所做、所讲的，让咱得到主的欢喜。特别上帝求你继续带领我头前的路障，我搁过一礼拜，日日主想照顾、看顾、保守阮，宣传平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继续请牧师去做个具体关怀和报告。好，来，咱共款吼，为着天气的变化吼，后礼拜听讲会到90几度吼，请咱爱保守咱家己的身体啦吼。咱即个月较侪寿星吼，即个礼拜牧师是5月初1啦吼，我刚有甲敲电话，明仔载是阿孙兄啦吼，16号是周牧师娘，17号是老牧师娘甲雅慧啦吼，咱伫遮祝贺因的生日快乐愿上帝保守啦吼，继续来带领祝福因吼。台湾的礼拜日伫南部有较大的地震吼，4、5级安尼吼，咱为着台湾的即个平安啦吼来祈祷吼。咱有会个牧师会个传迄个即个令给互咱啦吼。好，奉献的部分咱后兄弟拢有寄吼。你看要寄互教会，还是要寄去伫迄个David因兜拢会使吼。咱会当甲支票，还是讲你着要等甲咱搁倒转个礼拜堂来聚会时阵才要奉献，我想拢无要紧啦吼。咱自在就好吼。好，后礼拜的查经是要查第5章啦吼，拢总有25节，所以咱请咱先看一下吼。OK， 因为咱前礼拜无用传统的周报，所以我今仔日对19号开始的人数小可甲咱讲一下吼。19号有28个人，前礼拜牧师的就任这个有47位吼，这个24号的网络查经有15人吼，这个前天吼5月初这写毋对吼，5月初查经的人数是16人吼。好，
咱的经常奉献吼1710块，牧师就任下礼金尾也佫有收到陆续寄来吼，拢总1770块。OK，咱即时来做来吟上经的诗512首。金句。咱来做来，今仔日个金句，今仔金句是诗篇第3篇第6节，咱来做来读2摆。诗篇23篇第6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第一摆，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诗篇23篇第6节。咱来吟上经的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用着。咱搁一摆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感谢你过去这段时间的分守。阮也特别为着遐咧服务人、咧照顾人、咧为着阮的防疫的工作咧着磨遮的辛苦的人来献上祈祷。求主你特别将你的看顾放伫呢中间，你的恩典、你的保守放伫呢中间，也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但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地地，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好，咱礼拜到这。Hello， 开声音。
用电话。哇，阿叔啊，生日快乐！你也无开麦克风。阿叔啊，在倒？我开始麦克风爱开哦。麦克风你无开啦。麦克风。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各有老母孙牛，各有酒母孙牛，各有迄个哪位？哪位可以啊？各有酒母孙牛。敢若酒母孙牛伫遮尔，出来拢拍无去。咱有一个用电话卡入来，毋知是甚物人？苏英。苏英 OK。哦，个时间嘿。走去。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请问大家，你礼拜时阵，恁大家有听有清楚？有。有啊。对头到尾拢有吗？有。啊，讲的。影无啥有。即摆影较清楚。哦，有啊，出来。啊特别，啊若你迄落吟诗的时阵呢？伫遮。吟诗我就敢若听着我家己的声尔。好在听一个走出来。无啦，你拢是这样。这用对啦，这是啦。中的啦，这。孙哥咧困了哟，回哪？在困。Happy birthday， 结婚啦！哇，我拍无去。我拍无去。你上关照。觉得你上吵。这网络嘛无啥稳定呢。讲啦，有要食青草啊？好啊好。结婚生日快乐啦！哦，生日快乐！你真困多下。金箔哦，啊，迄叫金箔特仙草。无听的啦。无。但是就我差不多3分之一拢用摇的。你讲倒是啊，无听啊。你有听我的声无？我拢无，阮姐姐拢骑，我看我的 speed 吼，拢70倍，download 70倍80米大遐的。啊，大家迄落诶荧幕拢无去。我有看到你。我是甲关掉。我即摆我才搁出去，才搁出来，才搁入来，即摆安尼我有看到恁。哦 ，OK。我无看到你。啊，迄落 PowerPoint 对吧？盖头拢无看。你拢无看哦？看有啊啦。可能有时安尼，安尼有个对。其他人嘞？嘛是。啊，我敢若有当时吼，迄个五孙牛上出来，啊有当时就无，啊喊叫迄落无迄落喊笑的，有当时嘛是 on， off， 安尼，啊出来大家当然拢关起来款啦，就是。无啊，我拢开啊。无输，啊！敢若我这边遮，啊你大家拢做顺的吗？那我讲一个。有啊。那我吼，我是甲 mute， 啊，搁甲音响关起来。所以我恁拢真清楚。这用电话啦。我有看到文化兄，我嘛有看到无师，啊无师讲了嘛足清楚。啊那迄个主的，你咧讲嘛拢足清楚，声音嘛真大。主的因兜的。我咧看，啊搁信息部分，我今仔日拢真流畅。那我这个部分是拢非常好势。我的部分都 OK 啦。我的部分都 OK。我嘛是。下骹有一个迄个口音的，迄个是苏英姐啦。哦。迄是苏英姐。注意，我即摆这个对面都无。平安，大家平安。平安。你大声叫着拍无去。遐免无个，迄可能是internet 关系啦，迄毋知别人无问题啦。大家拢无问题啦，嘿啦。伊个若电话尔有声无影，哎，
所以你来无影，敢若有声尔。伊是用电话不卡要操纵啊！建议啊，你不要操纵啊！不要操纵。所以你来，我教你啦。你来，我所以。要被打。淑英姐，等一下我们礼拜晚的时候，我再跟你1对1，我们把它 set up 好，好不好？好。OK， 好。那即马拢咧看目镜，以前都无咧。淑英姐嘛，就厉害，马上会用电话卡入来呢。你看目镜，即马啥拢袂真诶呢。我就叫你迄个送的 email 内底就甲寄落去，就安尼啊。OK。call in 啊。哦，安尼好。可以啊，你若有可以，你若无看到影咧，有啊。我都不要操纵咧，刷咧我都不要download咧。你来啦，等下来用。你来阮兜，我教你啦。是感觉着吼，厝内你着爱找一个所在，迄个收到信息较强的所在。因为我吼嘛是有安尼试来试去，试一个所在较强的就是迄个所在，所以你无一定讲，无一定讲你若伫迄个厝吼，就会当，你着爱搁再找一个所在，你收信较强的所在，才会当，较会了解。礼拜日礼拜5早更的时阵，叫阮囝吼3台拢总关起来，因为咱第一摆咧用这啊，所以迄个叫伊莫甲我干扰。有几个啊吼，电脑拢会一直会无去，这啥人嘛是一直无去，什么人？88个迄啥人？建议啊，后即摆搁出来，本来无去，我另外一个。迄建议遐啦。一下到再找出来。周牧师啦，周牧师会无去。敢无？我即摆有啦，应该无去，即摆拍无去。这无清楚呢，较模糊啦，迄个。大家拢模糊啦。较模糊。那恁兜的镜头啦，较模糊，你 iPad 可能较模糊。我即摆看大家拢模糊。你有啊？安尼啊，好啦。我即摆若以后迄个5G 的时代若出来，爱会影响着无？看你的无？你做全测啊？你连做全测啊？迄个周牧师的问题吼，5G 吼，咱先了解5G 是限定伫手机啦吼。手机伊毋是透过 WiFi， 伊是透过迄个基地台的 signal， 所以你基本上你若要用手机的5G， 你的 WiFi 一定要关起来，伊才会当纯粹用迄个5G 的系统去播放。所以基本上迄敢若限手机啦。那你5G 它不涵盖迄个电脑 WiFi 的部分啦。OK， 呀。那袂当。袂当看单独，袂当看单独啊！这以前会当看单独的，即摆袂当看单独。要看单独，就是右上方你去甲改变那个荧幕，上方左边那个改荧幕。不是右上方啊，以前右上方改变荧幕。右上方的左边，你的手爱去切遐。无啦，无啦，唔是啦。迄个方面因迄个镜头袂当出来，声音嘛拢无去。有，我拢直接听。有咧听哦。我无骂你。爱发声，发声。无出声一个安尼。你怎会出声？讲我的歹话哦，我有在听。俺辉生日快乐哦！多谢，伊即摆咧煮饭啊。对哦，我踮迄搭过安尼。安尼好啦。有伊咧困哦。你煮饭哦，对，来，我踮迄过来。竟然要等你哦。你有在控油无？你若来，我正经来委托等你。行什么？行土啊，是行鸟鼠？地鼠，这个
主持人到去买啦。哦，红蛇 BBQ， 红蛇，红蛇，阮遮嘛有呢，阮遮嘛有蛇。有土啊。David， 你的声无开。我即摆全部的影像拢无去甲剩你。我用一段时间啦，我已经一段时间，我头来出去个入来嘛，啊，即摆了都无去，啊，剩你无输遐甲安尼尔。但是 David 我会当看到你哦。全部拢无咧。无啦 ，David 你会当听到我。我这切我 speed 咯，80个，download 了80个。伊个 internet。我 internet download speed 咯，80 MB， 所以是真好啊。你会看你即摆咧使用即台电脑对 WiFi 的接收，你用手机测袂准啦。你的手机测的，甲你即摆电脑咧用的，它两个机器在用的不一样。哎。安尼 ，OK， 我 check 看卖。迄个。你可能看到半粒头呢。主亲，无啊，一粒啊。半粒尔啦，到鱼缸以下拢无去。以下拢无。鱼缸以下咧食迄个。食鸡皮啦，好食到你看，你伫遐咧食你的鸡皮，我就知咧。你嘴唔够好看。你内行的。我一项问题要到达咧。好来，无孙娘。当收到迄个 stimulus check 啊。哦，迄个直接入去银行去咧。我有收到啦，我钱是直接入去银行的。我那边呢？我了少年啦啊！我因为我有 social security， 所以迄个啊，伊遐有记录伫咧嘛，所以就直接入去银行，甲每个月迄个。他直接 deposit 进去了。哦，你若直接 deposit 较紧啦。对啦，对，直接 deposit 啦，毋是支票啦。收入愈悬的愈慢收到啦。收入愈悬的说无啦。你的 connection 无好，个人 connection 无好。connection 无好。我个 stimulus check 我有一个建议啦，先收到先请人去。你来啊！你来啊！我已收的。对啊，有泰国，有迄款迄款什么？有啥事？哦，你来嘛，到你要食日本的，啊，阮遮有迄个迄款希腊的餐厅。唔免啦，唔免请人客，唔免请人客，先收到了先现金。结果是牧师讲，我做一个整邮票钱。我讲迄个自由啦。阮是固定有，逐个月拢有阮迄个 social security 来嘛，所以咧银行内底都有，是阮是按经过银行，毋是收支票的。伊就直接入来，初9，4月29就收掉啊。哦，那真好。对啊，先收先开就一个无发现啦。紧张迄落。等你收到时，小救济。你的半身互我看卖。所以吼，无乱兄。是。David 的意思来讲吼，收到了再随还的，无你我开到无半身，你拖欠上帝。你看我2到就收到，今日第4，哎，这足侪钱啦吼，一毛不剩。都是1块的，没有剩1毛的。不是1毛不拔哦，一毛不剩。1毛不剩，迄种精手。对啊，我收到啊。不剩，我交友不慎。错错，唔啦，你第一关，你说起来，你已经讲啊，讲29迄阵就压出来，迄就是讲你有银行的户头的记录，摕迄个 IRS， 哦，伊就直接29迄阵就拢夹出来。啊，文华兄，你讲的拢借口啊！你的1毛拢嘛转去美智姐公库内底啊。
你有1毛哦，伊是半毛都不拔。我也是甲他会当看到迄个数字，我从来毋捌摸到迄个银票是啥物型的。我呀，你的钱拢嘛早去转你去，自己账户啊。对啦，即个就无输拍无去啊。直接有啊，哦，有，就无输有。我无输牛拍无去啊。有啊，我无输牛啲啊。只是你拍无去。哦，有啦，我无输牛有。啊，这死是啥人？啊，这个洪明啦，洪明拍无去啊。洪明无印象。我歹话。洪明，你是惊我看着？你惊无收水手，所以你。我这个电脑都买安怎camera就无紧啊，我拢有看到你啊。你有看到我，但是我无看到你呢。啊，你镜头无洗无清楚啊？唔知影，应该有有镜头，啊，就买安怎就我就。迄唔知，即个一个蓝色裤裤，啊写一个死，啊念伊有念伊无。啊，这第一是啥人 ？David， 真系一个 David。那就 David。伊咧用手机咧试啦，嘿。哦，我个机关啊，靠一个 David， 啊死迄个无啦。伊迄个麦克风禁掉去，伊个麦克风禁。我无看到。用两台 device 啦，用两台 device 咧试，嘿。我就讲，拜托你。收着啊。你怎是啊？你要用手机试哦？我用机器啦，手机即摆看到啦。无呢，看无。你用手机我看无。我无输牛，你好势无？我写死。伊个够酸嘞，酸。啊，你孙拍无去啊？我无孙牛。哎。恁孙无去啊？我就吵，我伫街边啊，啊无恁就。坐袂掉，走去啊？有啦，你也叫来，伊就搁来。诶，好多恁咧讨论。洪明遐内拢无，足奇怪。啊，伊嘛用电话啦，洪明嘛是用电话。伊用电脑啦。洪明，你用你的电话？电脑。我嘛是，无我用电脑啊，啊，就我 camera 袂 working 啊。哦，敢若有听到声都无看到影呢。迄个 Janice 讲，即马伫 LA 啦，无法度参加咱的礼拜。哦，走去 LA 好大胆。LA 是上严重的。人去食寿司宴啦。讲当时爱解除迄个闭关吼。毋知呢，讲袂定呢。即马迄个阮隔壁庄哦，2万的迄个 CDM 必须迄边遐嘛讲要迄个 petit， 讲要迄个抗议啊，要海边要开放啊。是照即马讲有一最新的讲法，就是讲。好，根本今年就要 close， 毋少今年啊，规个 close 到假期，规个拢 close 到差不多是8月上，9月9月才要开始上课。咱人毋知啦，咱一般的人毋知。啊，你来了。对啊。对啊，迄直接的。啊，恁两个都爱阁继续顾孙啦，对无？是啦。啊，阮迄个，阮孙年校讲9月才会开始啊，所以读甲对啊，就9月对啊，嘿。阮孙年校嘛，讲9月才会开始。9月哦。校拢头食步的，钱收收去啊，拢无要互学生对啊。
啊，去上课吼，看有3点钟无？对啊，迄拢头食步的，迄拢叫你家己安尼家己去做，做一寡功课互你。那学生足好命。世界头一摆暑假遐长。囡仔嘛真可怜，囡仔无法度出去外口佚佗。是啊，我看有迄个老爸母吼，足厉害呢。伊呢搁仔去外口吼，去画一个，互囡仔伫遐过5关安尼吼，跳安尼差5分钟6分钟，吼，足厉害。因有 PE 啦吼，体育课啦。体育课迄才是毋是？迄根本就是 PE， 迄刚才你讲迄5分钟10分钟就无啊。啊，即摆吼，警察拢会去公园啊巡呢，无爱互人去呢。为哪？为哪？为哪因的 WiFi 无够稳？孙仔我伫因兜。哇，他这。恁孙